天忙，谁了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鍾意打廣東麻雀，但係又屎又懶人嘅東哥哥啊！今日又嚟更新啦，繼續都係去萬子100張翻鬼局啊！第一鋪呢度5索係鬼，係咁摸索子喎。依家叫住戶嘅同時，都可以睇下做唔做到清一色啊！仲係摸童子，咁有戶食就食咗先啦。第二鋪南風係鬼啊！呢副牌起手真係靚啊！起手2隻鬼，第一張再摸1隻鬼返嚟，入得到童子嘅話，做清一色都冇乜問題嘅。因為連續唔入張啊，而且上家都9張落地腰夠咁啊，所以2索碰嚟吊鬼先啦。呢輪吊鬼係唔想食住嘅，想操作一波睇下對家同埋上家會唔會降翻牌啊。然後呢度9同碰咗打鬼，仲係吊鬼。又真係俾我捉到上家降啊！咁就搶降唔客氣啦，打鬼加翻兼搶降，12隻馬中3隻，一共72分。呢鋪起手翻牌真係多啊！連入2張咁快叫戶，又真係估佢唔到啊！拖9索1槍搞掂啊！中2隻馬27分。第4鋪呢度3張偏張卡窿要求啊摸隻鬼返嚟真係正啊！5索都有得碰，咁就叫戶啦。呢度有對碰就轉對碰，轉得冇錯啊！上碰下自摸，都係中2隻馬27分。嚟到今期最後一鋪，
呢度摸隻紅中返嚟湊對，順利嘅話碰兩對翻牌叫糊。我要碰翻牌，唔係摸翻牌啊！終於有得碰啦，繼續碰啊！原來係畀我下家扣住晒啊！摸隻鬼食糊啦！穩定中兩隻馬。